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不知不觉，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。惶惶心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咧，我啱啱咧就試完一個 P90 Plus 啦，嗰部係對於你隻腳咧係一個好好嘅機嚟嘅。咁點解咁好咧？就頭先我試嘅時候咧，坐落去咧，咁咧佢就有少少好似有啲微電咧，由隻腳板底咧就開始慢慢咧有啲熱力咧就向上升嘅。對於我哋平時成日打拳啦或者教拳咧嘅教練啦，同埋我哋演員咧就非常之好，因為我哋成日都平時咧會受傷啦，或者有時唔小心係拉親嘅。咁我覺得咧係幫我咧係 relax 咗嘅。頭先咧做下嘅時候咧，都好似有少少睡意咁喎。咁如果咧平時咧係比較緊張嘅人咧，用完咧就會好舒服啦，幫助睡眠啦。Hello Mr. Wong 你好啊！你好 Mr. Wong。你好。我都係叫 Mr. Wong 啊。我想問下你啦 Mr. Wong 啊，呢部機咧對於平時我咁中意做運動咧，有咩幫助咧？如果係周時運動嘅話咧，可以通過呢架機咧嚟提升我哋身體細胞嘅活動。因為佢係促進我哋細胞嘅血液循環，所以如果係經常運動嘅話咧，我哋要足夠嘅氧氣嘛，係冇？所以使用咗呢架機之後咧，我哋嘅運動嘅表現就會更加之好。所以經常運動嘅就建議大家要多啲用呢架機啦。咁你想話，好似我哋有時拍戲啊、捱更抵夜啊，或者好多人都夜瞓啊，呢部機又有啲咩幫助咧？如果係經常夜瞓嘅話咧，更加需要用呢架機，因為我哋細胞空氣出問題嘛，可能受損啊，或者係受到一啲影響，唔能夠正常咁工作。所以用咗呢架機之後咧，我哋身體有足夠嘅能量嚟進行呢個修復，所以細胞會更加之健康，身體會更加之有活力。咁 Mr. Wong，萬一我做運動嘅時候想整親啊，少少嘅輕微整親，可唔可以幫我修復到咧？當然可以啦，因為呢架機咧提供我哋身體嘅能量嘛，所以我哋身體有足夠能量咧，就可以進行呢個修復。所以比如講如果係擦傷啊，或者係輕微嘅受傷咧，用咗呢架機咧，我哋身體嘅修復能力會更加之快，更加之好咯。明白。咁呢部真係要預一部俾我。預多部俾我先。好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今日嘅分享。多謝。Thank you。感受空着